再来看新竹地区，因为是玻璃原料重要的产地，即马新竹文化局就邀请21个艺术家用玻璃来创作讲新竹的故事。民国50年代，新竹有真侪家庭厝内拢是做电火球啊代工，嘛是在地人细汉时的记忆。文化局邀请21个玻璃艺术家来到新竹。 用作品来讲新竹玻璃的故事，是对玻璃都有一种好奇的心态，就是说它在某种技法或是某种空间当中，它会产生一种非常大的一个魅力哈。就是比如说我把一个玻璃做成一个霓虹灯以后，它所发出来的光，这个是非常使我着迷的一个。 美彩这样，展出里面可以看到这些玻璃艺师，他们自己过去的一些成长、转型的经历，他们自己的人生的一些态度看法，是以故事的形态，以他们生命的角度、成长角度去做这样的一个切入。艺术家讲，随时代产环境的改变，玻璃产业面对现实，就要利用工艺转型甲创新来改变。不过，在过程中确实真无简单。玻璃熔浆这个雕塑法。 也是属于一种评委了评委的行业。那在台湾呢？在台湾现在目前来说，也将近差不多有100年的历史啊。那我们现在这个技法，现在目前也剩下我在做。这个子弟能来共同学习来把这个技术把这文化跟这个传统继续的延长下去。 玻璃艺术家故事展览在新竹玻璃工艺博物馆展到12月18。新竹市文化局希望大家透过展览，更加明白新竹玻璃辉煌历史。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